黄金油菜，网银有菜耶，该不会也是带金箔来吧？这是什么？黄金。黄金。你的猎犬呢？我的猎犬哦，还没来。哦，干脆干。哇！蟹，秋蟹。还有呢，你这样阿兵哥压力很大，懂你有，看到。没有那个下一道菜，阿兵哥做的是不客气，我真係不客氣。陆师傅，你有冇問題冇？冇啊，啱解英文題。你冇你 P D 是阿弟。他一定要先切猪肉，因为我是第2棒哦。他最会切肉了，阿用我不会切。哎，你係用乜嘢用啊？切那个用板肉，哦，用板用啊。刚刚差点讲东坡肉哈。你肯定来干。来个尬牙莫尬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嘿，族。中白跳。今日同歡喜你來到台中嘅成功了後邊，你當少來了哦。嘿，倆見面要好好紹介一下，提前排隊到倆片。我唔錯，了後邊呢就係成功嘅萬幸宮，了後邊呢拜嘅係呀嘅天上聖母媽祖。係啊，倆見面其實嘅歷史當久了，差不多有300年以上嘅歷史咧。哇哦！該東西係因為清領時期啊，就是個洞右面哦，在這個中部地區內可以看該英地係馬啥嘛？哦，張太金。嘿，咩張元京哦，張元京是時下流行歌手。乃迪。哦，張達金啦，該東西係因為基老該財地嘅基民從梅州老該媽祖婆搶轉來嘅。搶過來，古時到了後邊來新豐。對啊。一下就300年啊。有300年了哦。保佑呀，後邊嘅台年啊。係啊。上行了那些老朋友都給你評審欣賞，你讓我們2位大師一起帶下來。哦。提前的朋友都齊牛峰、齊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寶妹，大家好。齊師傅你好。還有陸準備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一龍沙村來了呢哦。我看到他們就肚子餓。有。早班啊，看起來都就是要。對，真的。好啦，沙丁好來來分享到今日沉水站風吹啲開咯，係標誌乜嘢？分享到嘅係阿強子、劉秀蘭。嗨，大家好。哎呦，咁咪係歡喜哦。哦，咱最今日我哋分享到係表姐妹哦，羅秀鳳、羅占秀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啊，冇從基隆山安歡喜吼，有嗎？有啦，有。哦，歡喜哦。嗯。呀，但有認識嘛？有。你冇去用沙琪係嘛？用沙琪。咁呀2-3副係沙琪你都會致富嗎？錯。咁從6位睇起啊，都呀成功呀，有乜嘅好教好料好食嘅位睇起來小記一下。歷史隧道，好嘅鐵馬路。起司紅茶。錯。咁秀蘭姐呢，還有乜你推薦呢？兩有個奶子、荔枝節的呀。哦。嘿。呀，特別荔枝啊有名哦。兩個荔枝講真好食呢。真勁哦。嘿，啊，佢講有行路吼，行到該有荔枝就不認識。10個識安尼。有機會是在度兩行的，食嘅兩菜皮嘅荔枝。哦，我啦講到菜地嘅好搞好料嘅東西哦，聽出我問一下秀鳳姐啦，她說她是正統大埔腔，哎，牛慢講哎。哦。係太埔腔。嘿，牛慢講怎麼會這樣講正統係因為嗌西方都也就講太埔腔。哇！啊，要買個好搞好料，推薦一下大家。係唱有成講嗬，誒，一講應該要嘢山脊古蹟嗬。大埔地，講到一地到地講一概念嗬，佢祖先卻做過官，做官企業部當中很多地嗬，都要付出人嗬，有閒時的去看看你，是一個很棒的地方。哇，姐姐，你講到全京東哦，你等下還沒有做導覽員啊？我從俺地方是做導覽員。難怪。還有啦，小妞姐要補充一下哦，像我就很少聽過那個饒平腔。饒平，啱頭就會講。我們秀娘姐就是講饒平腔。對對。我是卓蘭的啊，饒平跟一般我們其他腔調的客家話，你可不可以教幾個字？像下雨有冇講？落雨，像我是講落水。落雨。落雨啊！啊，睡覺嘞？飛，要飛了。飛？那是法文嗎？飛。好啦，都成功要到畢業，除了有一個荔枝節啊、大埔地啊，香港呢就會講到荔枝節時節，香港做嚟。走馬拉松，向下來了。唔過你成日可以喺踢出嘅食材係乜嘢哦？
好，马上就要打開啦，本大家看一下今日第一套主題嘅食材咯。好，哇！而家係腰菜哦。油菜嘅一個冬菇味重哦，三年後來呢分享到，今日也係種油菜嘅牛肉，係一個撞肉煮雞。歡迎太姐你好，大家好，你好一定影相哇哦。！睇住也個油菜當有營養誒，啊也個油菜啊，佢係一個多功能嘅長菜哦。用板講多功能啊。因为给当就紧张哈，啊，它还低热量的，啊，它还有含高膳食纤维。你常吃的话，它可以眼睛会很好，而且骨骼也会很好。它有哪个功能啊？除了这个吃营养价值之外，它还是在做景观看奖啊油。菜花係嘿嘛？哦，就油菜花甜啊。豐豐嘅，叫要開花哈，啊，食個做配料。哦，香港嘅水晶啊，就是放個田地不會毒哦，就這個水晶會種個油菜花，然後它在休耕的時候翻進去，把它翻土翻進去，它的營養嘅價值咯會轉到個奶體地不會毒。嘿，對，它變油培樣的。不是給田後都有些時間都會種到這油菜花嘛。對，我媽媽每次都跑到那個油菜花田裡面耶，拍照太漂亮，整片這樣子，沒有。咁本蛋也個油菜應該叫做營養價值當高啦。嘿嘿嘿嘿。嗯，啊，今日有帶來嘛個低熱量、高膳食纖維的料理本大家看，我們撒打開來看。好好。來，哦，這個是清炒的哈。哎，這是清炒的，對。來吃吃看哦。嗯，哇，凍清甜誒，好吃。好好吃哦。大家第一個油菜哈，最厲害的蔬菜這個，它不用撒農藥，因為它的生長力強嘞，動好種啊。對，撒下去就長出來，根本不怕蟲吃。而且加個光嘅鐵粉當有水分誒，當對甜嘅哈。好吃好吃嘛，好吃好吃。頭擺先下個種了的大油啊，做菜籽油。哦，就是這個。哎，對，做那種啊，就是它味道太每天香香，所以後來看冇影響。今日呢就拿呀營養價值按嗰個油菜來做鐵罐嘅料理挑戰咯。屋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，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，鐵罐呢拿呀嘅油菜來變化，越是家常菜呢，就越係考驗睇自家嘅想象力到創意咯。風吹帶來嘅料理係乜嘅？黃金油菜，黃金油菜耶，該不會也是帶金箔來吧？哦，大家看一下。啊，雖然你摸金箔啦，不過湯款哦，我們的也很厲害哦。咱最今日我做個料理係乜嘅？好油拍菇炒油菜。哦，叫是什麼？好油哦，拍酒嗎？拍骨哦讓你小小失望的排對，泄。小小失望沒有。好，兩組呢，談起來都懂期待，而且呢，只要有個油菜，那係重量好嘅吧？睇起來講一定都好食，大家有信心嗎？還有你這個拍點很好台上哦。我們這邊再一次，有信心嗎？馬上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趕快去嘍！哇，講到人油菜，因為我知道也很簡單的菜，兩位創意王、點子王，也很我想不到。我現在已經知道你們了，拆解、切碎碎，變得看不到然，後把它包起來，包起來，用什麼哈地啦，用那個哈醬啦絕對不能保持原形，對，一定要把它分是解不，是這樣說？朝向一種客家分子料理的路線來。哎，你臉上用沒得？等下是地的。啊，很可以，很可以。哇，這是什麼？黃金，黃金！我們的黃金，哇，正經呢！那你的獵犬呢？我的獵犬哦，還沒來，所以今天嘅黃金是用卵來做哈。錯，這是黃金，不是卵。哦，啊，你要炒到變用半煙。哎呀，炒到稍有一點，就該要到那個焦色哈，比較香哈，有那個蛋香出來。有一點長長的。按熟嘞啊！
熟嘞啦，安尼熟嘞。哦，熟的啊，哦，熟的。哎，我发现我们还有某 Q 的色彩。马开马哎，开，我介绍一下吗？安果啊，跟安果啊，厉害哈！嘿呀，哦，你还可以用坚果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要加坚果。对，懂营养哎。嗯，而且这是最天然的油脂。哎，嗯，所以有那哈是炒的吗？放做松波。哦，椰豆蛋糕。很醉一点好啦。对，嘿。而且我你老吹慣老吹一半佢嚟咯。哦，好，那你就過嚟。好，等下張都進來哈。好。哇，香菇。小鳳姐，哎呦，你的菇用個暗香哦。香因為我攞香菇啊。係香菇嚇。要經火腩哦，要水蛇哦，誒，水蛇火。是唔得太我速火燒。你冇加油對不對？比干半火邊。比了，係乾煸烘焙出來嘅味道，誒菇的味香味，嘿，水，嘿，厲害，好，那是厲害。很有除了個菇哦，該下還有準備嘛該？我一定要參與說，蒜頭，哦，蒜頭就是啊，都薑絲，因為油菜，金針菇哦，金針菇定加當參，小娘姐你兩下做嘅係嘛該？就燙過咧哈。有燙過咧，哦，冇切過吼。我就切定加當切，我就切。做嘛該會現燙上來切啊？先同佢攞先做該擺盤嘅動作，係嘛？如果落炒啦，其實應該即時炒咧，炒嗎？係嗎？炒，我先倒蠔油了。這個水有熱過，還是你要加這個？不用啊，那是燙菜的呢，燙菜的。哎，好，我們等下張都進來。好，有炒過就香了。對。好。哇！而且挑夫講要逼到哦。係哦。有哦。要加水嘅，係冇？要喺本身來吹。你沒有一點水分，煮下去那個菜，是不是嫩嫩，不會很清脆。哦。但有一個問題，係咩？炒強菜睇嚟講都會加一些米酒會較好食。蒜頭撈米酒。我會要起鍋的時候再嗆一點。起下。再嗆米酒。對。哎，可以了，我們的速度算一腳哦吼。雖然拍媽哦拍埋嗎？給啊幾份？那個沒有，好了，盛盤上去才放上面的。哦。姐姐，你兩下佛又辣台哈？安尼是的嘞，安尼是的。好，挑門咪挑好咧哈。慢哦，應該慢。感應得多。一般來講，炒強菜鹽係咪水杯米標？它唔會變色。可是我有看過種皮有一個做法，就係一開始攞油落蒜頭時就不用鹽，一個用較軟啊樣。啱未做得啦。像因為是隻炒飯，是隻個油撈個嗆出落去，啊調味用落個油底落去炒下均勻。它均勻嘛哈。哎，我們的快好了。那條條就好食。以前做得240，依家做得240哦。香水哦。好，我哋控街邊咯哈。哇！熟未吼10分鐘又到了。好漂亮，好香哦。哦，剛好你這樣阿斌哥壓力很大。懂啊！哎呀，沒有那個下一道菜，阿斌哥做的是不客氣，我真係不客氣。魯師傅，你有冇問題嗎？冇啊，啱解應問題。應該問題幾個阿斌。好啦。差唔多咧嗬。跟肉絲係嘛？那有勾芡冇呢？哈，因為你不是啦，本身係因為多糖體啊哈，它已經釋放出來，啊加牙齒看你哈，味道有辣嘛哈。你睇油菜冇用下去用下哦。就擺盤下醬啦，係嘛？你有買個東西？我鹽，你說鹽，鹽啊，係。啊，今年你係負責主廚係嘛？係。啊，你係負責切菜。切菜。有吃米豆嗎？倒一點那個油的，米酒係嗎？油。這個醬油。醬油。啊，醬油，醬油夠了，我已經。那會調湯嗎？啊，應該不會的。應該不會哈。不會啦，姐姐做導覽員的呢。哦，對。走在。要你拎上意思好嘞啊。 OK。好，那來倒數哦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來吃吃看，鐵管力度，哪部卡米西較好食嘞？
马上呢就要来吃吃看啊，凤翠啦、南翠带来啊油菜料理哦，先来品尝一下你凤翠嘅。好，啊，你蛋糕还有椰头嘅也有营养嘅，黑埋还刚刚果，最棒哦。哦，沙沙落雪咯。想吹懂点咩？你知道有吗？有满意吗？要，你食嘅咪要新鮮。错，而且刚刚果落去呢有天然的油脂，蔓越莓有点甜甜的，对哦，落落去啊呢，挑副个有白豆，有白到嘿。你也得吃到嘞。唔該下講到啱想要講下重點咧，因為就時間因為食材嘅時間，因為覺得有些膩，但是配上那個蔓越莓酸酸香香，很畫龍點睛。對，硬果它的那個口感也豐富度很夠。好，換一下導覽員公款。哎，冬青爽，山东都坚果，啊，你是的啦。是的啦。好，來溫習一下南翠嘅部分哈。哎呦，很香哦！因為要加白菇哈，白菇，所以嘅菇嘅香味凍重。係啊。好，大家來吃吃看哦哈。一口血。哇！而家個香菇啊用炒哦，真勁香，又加真勁適款嘅倒水，而且用那個香菇啊哈，帶出來就像太子家講嘅多糖體，香菇嘅香味本身就係樣。這邊咧斬掉啊呢。全部喺要用住少少嘅拍媽。係。你用豬毛姜嘅感覺哦，所以我話你啊係炒糟嘅，然後係炒水嘅，你嘅菜全部都凍有水分。喺要凍要創意。好，今早嘅時間到了，馬上呢就先來請齊師傅搶本書。好。耶！你一下看一下，都準備盧師傅搶本書。哦，齊師傅搶公平。好，我冇半兩片上面係講，佢家油菜應該同時就做得用一點嘅油落去，其實係攞南木安刮刮咁嘅，啊，你一片炒兩看油亮，佢而家炒時陣間拍到佢油表硬多唔重油麼？啊，唔過試到有度好，沒有當有創意啦，係啊。因為你一頭菜苗按到光劍嘛，光閃光的那種。哦，係，所以我半兩片兩片都做得不錯啦。阿盧師傅咧，我係記得鹹嘅配嘅東西，呢一片吼，佢嘅配咧菇咧有水分啊，那就你一頭吼正差落，佢係講在炒卵嘅時候會用啲膻，有點膻吼，又好慳啲卵嘅香味會喊流出來，係是正落個配料嘅部分嘅味道入面。好啦，兩組呢都嚟體管地都得到1分哦，師傅都知道人家就做嘅，10分嘅斬掉。唔講係咁樣拿下油菜哦，佢係咁樣嘢呢徐大大用馮師傅這邊出馬嘅料理了，搞太假咧，馬上來看4個料理。總鋪素滷菜。哇！呢度係齊師傅來表現4個料理嘅時間。唐講今日準備嘅東西哦，哎呦，又係節目第1個，呀料理嘅名係懂嗎？心夢有你。不會。謝謝有你們大家。哦，手就觀眾。感恩節要到了嗎？好，所以謝謝，是我哋哋大家出個時間嘅問題嗬，大家出個。哇！螃蟹，秋蟹，還有呢，你係謝謝嘛，螃蟹，啊油係乜嘅？油菜，米，好厲害！給他先一個掌聲，太厲害呢！哎，你真的懂用心哎，你這樣阿斌哥壓力很大，懂他。沒有，那個下一道菜阿斌哥做的是不客氣，我真係不客氣。好，然後你要挑選嘅哇，蟹膏哈，現挖的，對不對？你要準備上去咯，含糊哈，你按台這個天是按到蟹黃。好，你係風沖挑，你係該。香菇、生香菇，姜嘛，你係姜嘛吼？番難得有番。係番，我今日呈現番式係用個炊飯的想法來炊飯。好，我就哦，太用佩服，哎，我們就達成和平協議吧。台架圈走的選，全部都是。按呢我做得識做咧哈。我以為你要先出題目了。哦，要哈。哇，係要。你要做乜嘅？有問題要問哦。你係薑咯。
哎，应该发现到这一下吼，无论是咱吹到风吹吼，好像很多人走油菜虽然加姜妈妹加葱头，蒜头是冇？比较对味啦，啊，你还有风冲头，表一下，表一下，哦，啊，你还爱这基本的主角，要用切悠悠的，切悠悠切悠悠的，的嘛，哎呀，分解一下。哎呀，真的哦，真紧的啦，哇，动车耶，抢出去水分浓度诶。那咔哧咔哧咔哧。这不用了。虽然那个感觉你切出来切的动厉害哦，但是我还是很期待那个等一下再次打开来的时候。好。大家有問題冇？我常常對個台總講吼，買轉來那個我生生的哦。不過我自家菜嘅時節感覺還是有個手手味吼。請問師傅，你很順暢哦。你從個手手味樣，你做了吹嘅時節表嘛解薑。薑嘛，撈解米酒，咁樣意思。哦，咱都螃蟹上班。嘿，當尾是做的哦。哦，了本去炒，哦，了下是油菜。哇！做呢哦。啊，這師傅已經拿一種當做係國際級的比賽來進行。啊，壓力有這麼大嗎？最近的壓力啊，不會啦，還好 OK。那你為什麼要學我們家姑呢？學藍隊啊，藍隊啊，因為燉飯加那個菇落去炒大香，好，炒不幾香。啊，盧師傅你有乜問題冇？冇啊，啱解有問題，你冇問題幾個阿邊？好啦，感謝水。誒，加水嘅眼鏡，撈嘅風水講係強龍嘛？那因為我基本做係炊飯哦，炊飯，而且它是長條的那種。聰米哦，有看到嗎？流口水嗎？這個留一半嗎？冇啦，全部。幹嘛？你不是在減脂嗎？哎，你下總得上去了，剛好就講講，對不對？說完你們這我們的誰啊？減脂，高膽固醇啊。這個膽固醇啊。來看一下你的腰。哎，有瘦。還在。那個是固定的了。皮帶。好，你要差不多，你要好嘞嘛哈，應該是，還慢哎，我再先烤兩片哈，好了，1、2。哇！啊，你煮又熟嘞吼，10分鐘又到嘞，好漂亮，好香哦。哦，剛才就講就加米酒到姜媽啦。嘿，我要吃。對，pan呢？哇！這很誇張哎。而且因為今年還有。哇！怎麼還有這個？那等下火也是要滾龍蟲哈。哦。這不要幹嘛？是因為中秋節的關係嗎？哎，七師傅，你是不是有去跳火圈啊？不是，這個是人家直播的那個光，然後啊，完美燈。對。彩虹燈啊。啊，對，懂。好，鹽巴、椒粉，好，那就剩10塊。好，按手。你還有啊？用下去。哇！好漂亮。我等下蟹膏冰落去啊，我火给灌天，给它那個飯的溫度啊，去燜到它的蟹膏。濕度好熟的，好，秘密武器，韓語手套，師傅，所以這個是給他自己慢熟，是不是？嘿，按手在的，好，痛，好痛，哎呀，好痛！謝謝有你哈。哦，好呀，莫打霜了，好嗎？哇，調，然後去攪勻來。好，你從滴。在家裡的時間呢，你也可以就是先切好再直接蒸啦，哦。他講說。還沒做的。啊，今年準備嘅pan呢係因為海鮮係嗎？我看到很多什麼海星啊、貝殼。哇！伯謙，你不要亂動，會毀了我們的飯啊！我跟你講，我把它變成金掛炒盤哦。金掛炒盤，很厲害啊！有冇金掛呢？那個價值完全不一樣哦。哇！哦，搶嘅身體啦，哈。食到佢，所以按醃起來的時候咧，哦，按可能下醬啦，哈。挺厲害嘅，真勁係挺厲害，有開眼嘅哦。好，而家是按用一表落去，還慢哦，還慢啊，也有火快哦，按用一，真的是完美燈誒，完美燈，哇！好，謝謝有你，阿娘就好食咯。
有你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谢谢有你那我们也要赶快谢谢，谢大家，谢谢有你，谢谢有你，我就把它折断这边的，丢掉是吗？没有啦，摸了哈。好啦，还注意还听唐坤啊。神冈嘅地名係用翻老爺咧 A 新開墾的廣大平原 ，B 神聖的高地。A 啊 B 咧，兩問題可能要問一下張達金哦。我們馬上張達金係啊，先猜拳。轉咧哈。好，我們要來，馬上踩圈。來，好，剪刀石頭布。Yes。結果金毛球上映，很張的哦。好，先提到這來，先對哦。先 A 黑嘛。輸了，不是 B， 確定哦。還有其他點不提前看哈。 A 呀 B 之後咧，他答 B 就是 B 的。確定咯，確定咯。來答案係 A 也係 B 呢？答案。他一定要先切豬肉，因為我是第2棒哦。他最會切肉了，阿用切。我不會切。哎，你係用乜點用啊？切用那個松板肉。哦，胸板用哦。剛剛差點講東坡肉哈。來答案係 A 也係 B 呢？答案係 A。肌肉撲片。還有去歌啊！係誰啦？自己答案係 A 有一長長嘅歷史的故事哦。阿基背後的原因係乜嘢？神岡區啊，早期係客家人所開發的，就稱為新廣莊。哦，有新開墾的廣大平原之意，而神岡繞街新廣的客家發音極為相似。後輩人跟福佬人入墾加上日久口誤而沿用神岡之名。哦，所以答案係 A 哦，唔係 B 哦。應該係撲片嘅書姐咪係談到了嘅強龍嘅係冇？唔係，因為我係啲的成功嘅導演唔係高地。哦。他的一導演體型應該係平庸。好啦，我就先試看哈，到底又學什麼好嗎？佢攀得強人嘅哦，那都勸得哦。我唔是玩，我嘅玩哦，做啲搬阿香街到小蘭街，我用馬嘅攞兄弟嘛，愛弟，好，我們就看的默契。係謝你姐姐。哎，怎麼留那麼多給我們？你一定係搬馬莎咧。你有去啦？愛吃嗎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哦，還有蟹膏呢。啊，我冇用哦。你都有殼。因為殼咧，該殼凍斬啲嘛。可以接受。對啊，我們用這個吃。我喜歡。味道可以接受。蟹膏潤滑也效果。對對對。有哈。哎，拜拜。又送嘛哈。拜拜。哎，好食到馬緊啲嘛。好食到唔知今日煮煮嘅菜係乜嘅菜咧？油菜啊。油菜。哦，油菜。哎，你嘴巴亮亮的。我剛有讀物長嘴巴打開。你講話不清不楚的哈。這口感不錯啊，唔難啦，又好食啦。啊，加個香菇哈，又爆出了香味。哇，你厲害呢！我全部就是一直在乎這個螃蟹，你還有許多香菇啦。哎，香菇一樣啊，哎，有香菇啊，螃蟹也是好吃。啊，徐鳳姐咧，我這個都家煮吼，我唔敢嘗試講，係個蟹膏摻落去，因為我感覺有一點腥味的重。可是今天你是哎，當鮮甜，我回家會收看看的。哦，還有像個黃金炒飯那個，哎，有，沒有蛋的黃金炒飯。對，炒。有哈。啊，目前哈，盧師傅哈，盧師傅咪食東家咯。哇！聽完佢咧係學蟹膏油咧，辦法咧人講啊，佢咧最重要係配咧油菜啊，切啊，增加嘅甜味啊。係啦，冇係甜味，係落辣起來嘅。好，往我來講，我冇學到買東西，學到買我一直在挖這個。好。按好食睇起來慢慢來享用，觀眾朋友呢做得到也不卡，自家來吃做看呐。唔過呢，家頭前1比1咯，一下呢馬上來進行最後面來決定勝負嘅一關咯。
爱是太中谱，两嘴运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听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顺序嘅情况底下，两嘴很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又到你料理接力水嘅時間啦，先來公布下菜色。呢個就係木須炒肉。木須炒肉，係咪上班有做過？有做過。有。好，我要派出我們秀蘭姐。Andy 派嘅係上陽姐好咧。好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哇！來，秀陽姐以前現在不一樣哦。你等一下先改寫人家嘅順序哦。好，你要選哪張？好，等下。一、二、三。用上改，上改。這是淡淡的哀傷嗎？沒有。好，我來查咧。秀蘭姐本來淡淡的哀傷咯。凍仲柔，來凍仲柔。好，來來，一、三、二。馬上先來進行最不名一關的挑戰嘍！接下來馬上就來進行一個料理接力賽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阿姐開始。是咯。來，先讓我到邊度看呢？阿姐買個東西啊！比刀工就在行開前吧。剪到沒有？誒，梗係順的，也係很爆酷啊！順呢？順呢？嘛，梗愛先滾過啊，太子。有3種，我先通。先俾通一下。啊，通嘅地度嘅老鹽有嘛？哦。他一定會先切豬肉，因為我是第2棒哦。他最會切肉了啊！用我不會切，用先切。用。剛才先冰落去桶怕。秀蘭姐先冰下去，先冰落去。先桶嗎？先桶嗎？不用，他們會決定，他們會先決定。冰下冰哦。又看下沒有？忙。你們就不要決定啊，可以過去了。來，這樣嘅順序唔是差別的哈。因為切了，等一下長了切到。哦，你先切好了啊！哎，你係用乜嘢用啊？切那個松板肉。哦，松板肉啊！剛剛差點講東坡肉哈。都怪怪咯，奇怪。頭肉啦，因為啊，哎呦！哎，呢個是菜凍厲害哦，你啱嘛計？往裡。哎，自家做嘅係嗎？自己做的嗎？自己做的。龍皮有現煎嗎？做得上時間哦，上時間啊。好，要來先煎哦，對哦，不是他來煎哦。他自己也會煎嗎？唔係哈。沒有。直接倒着嘿。你如果你洗腳，那呢個衛生紙啦。哎，我不會，我漢沒。我跟你講，漢沒有漢嘛哈。沒。呢個叫佢調酒咧。啊，啲啦。唔指出啦。都按通。係咩呢？係啦。好，我啱啲狂加片啦。啊，你要先切好咧啊。切好咧呢哈。我該蔥兒盲切咧，用媽咪盲切。先會切。夠了嗎？牛皮會切。全部不能做。軟皮會現煎哦。不是這樣的。英文題凍到問題，你根本按到問題啦。因為我想為幫民主節表現一下。第3準備咯。第2屆民主節你有準備了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我聽數了哦。聽一三。好，放下啦。好。那16就在細細的建議哦，講，感覺你有挺少嘞，有挺少。因為木須炒肉，我們主題係木須炒肉，你有會豆謝我呀。肉會太少嗎？應該還好。可以代替你切嗎？總得，這樣係幾時間哦？好啦。哇，值得掌聲。你昨天現切挑整了切的切一半啊？你動力哦，等下幫你切看好嗎？好。你嘅冷水切好嘞。唔可以切到衛生紙哦。好。我會不會這一棒都在切肉啊？很有時間哈，很有時間。中的。你有頭皮先看下。看照片就慢慢看啊，民主節切黃金6兩嘅喎。你家下講哦，該亂哦，該啲味道就加沾哦。
就哈，因为刚才是谁建议风水该乱摸嘎单摸美啊？玛莎。刚刚第一关呢，好像还有卢师傅给你嘛。哦，这样子才对，就是要悠悠哎。哇，阿姐你懂我呢？你要先表悠海表么？第3棒係播签哦。冲了又切了哟。好嘛，你時間乜度？你要先表乜㗎？海貨落去啦。你要先表悠係麼？哦，悠，我先表乜㗎？冲了咯，该叫吗？哇，你有錄過麼？有哦，還有有米酒撈便宜款，做落去咧。哦，先表一下哈。安尼甜甜的煎一堆狂雞片咯，哈，一堆狂雞片咯。哎，哇！好了，啊，該來，該下就加蘸嗎？啊，什麼東西？就加蘸嗎？加鹽嗎？有。嗰樣我那個乜㗎？嗰嘢貼下。係甜呢？莫按過分嘛。莫按過分。點算唔會擦擦嗎？唔怕。好，按好鍵。看變色咧。先拿來表用。表嘛用。你就叫媽係嗎？要叫媽。好，該播咗啲關咧，播嚇。啱啱打開啦，ผมได้打開啦嗬。下面。第3棒。叫媽咪做啲表啊。第3棒。提上3號咯。第3屆準備。差唔多好咧，等下重嘅咧。水妹。盲切啦。下去啦。馬莎100分擺到眼火，咁依家水妹嘅衝都係馬莎切。撥開。哎，一講哦，七師傅是哪題咧？第3棒冇瑪莎。好，下邊姐，然後呢叫做大概最背面嗎？你要靠左的， 3、2、還是時候的，怕。我大概冇。 OK。哇，還是差唔多咧。你要肯定唔怕，該左的，左的，好。可能呢叫我轉題咯嚇，嚟打針都進來哦。好。我記得估呀，你叫我轉課嚟講好。哇！風力跳那針。因為吼兩套菜係木須炒肉嘛，所以該風力該吃什麼的？那你們吃到跟熊地位煮該這個點頭係嘛該？幾位收汁啲麼？那我們要加一點點嗎？我加麼？你確定要加？我來加呀，唔會加。同一次唔會加，因為該風力地位煮是甜的啦。哦，總得甜甜嘛。你剛剛乜㗎？不是，你下加不是？嘿，用咩我哋下加咧？因為差唔多會好咧。真緊下加誒，真緊嘅。剛用又熟哈。有啦，凍那邊就熟。雪玲姐給的教訓我還不知道。喂，你們這太好了。差唔多會好咧，等下重嘅咧，水妹。盲切啦。下去啦。冇。不行。第3一切，你要不跟我求佛啦麼？你有咩切？也是啊。啊？你確定？ OK， 好。好啊，好改變很怕嘢啊！啊，家有先切起來麼？一前都係倒 keep 咗好嘅，有冇團？哦，聰明，太厲害了。不是，吃到蟲會較好。你等下吃蜜頭哦。香的。哇，我們的木須超懂講哎。 好，又懂政策，冇弄團哦。好，我們都好了，給來一款薄錢用版。好，來。哎，我剛才躺到明珠姐講啊，那個風水哦很好吃，是不是？對。哎，我們的木須真的切得很漂亮。我們又不是比切工，我們比調味。比調味。因為 Andy 哦，調味除了就該不是之外，他就該他們自己做的講風力嘅講哈。來，好，他過來點。Andy 嘅什麼好關係？因為好油。 去嗆一下它的顏色跟味道。可是是你做的，我就不確定。會嗎？還就某口。我們剛剛姐姐要試看嗎？哦，時間咪到咯，注意時間啊！時間咪到咧啊！倒數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！馬上就嚟試看下最杯面館，哪部卡真係你嘅太中譜咧？ 關嘅木
木须炒肉，两家呢都表现到动真的，想要吃吃看你风吹耶。哇，用这你厉害哦，用到安窗哦。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木须多美，好长哦。你用为什么切团体嘞？我们就是故意要留这样子你不是的。说的是那个什么的眼泪？什么哦？淡的忧眼泪，伤。刚跑到讲情人的眼泪，情人的眼泪啊！那个在北海岸，谢谢。嘟嘟好，而且揉一些黑胡椒粒，很对味，配合的很好。我最好是你俩吐出来，跟地背都加个竹笋。对，我那个嘎竹笋。啊，咱水感觉吃到风水做的怎么办？我谢。香，那个梅头都有，它那个还有哦，应该用红炒啊，哎，他们少了酱凤梨的味道。那你浓厚色，而且你的这个黄金六两肉，没有用寒冬嫩，青椒比较深一点，是因为给妹做的上色，所以我们让它保持那个脆度。OK， 好，纹身蓝水看呐。哦，哎呦，马莎摆盘摆到安和，你个最尾个创都系马莎切。剥开来，剥开来。哎，一讲哦，其实不是拿铁的。好，太敢看老师了哈。永丰利太家圈有吃到吗？有。哇，马莎条会酸酸甜甜的，哎呦。像木米炒网里的米头，可是我想知道木须炒肉本身是这样吗？还是株洲的，只要有木须跟肉就好。木须炒肉原本係應該是蒜絲好多啦，不過按理上講，該蒜絲跟梅絲好蛋條，所以就是加了一點點鳳梨嘅醬。哎，真的很好吃，真嘅濃厚色。你要得自己去家吃到嘞？自家做嘅時候食到講好。有滿意嗎？梅水冇用慣啦，佢較恰飯，它恰飯就是比較下飯，它可以做飯前菜哦。凍好食。家嘅黃梨真嘅我本愛吃哦，冇香油，就像你客家人家嘅黃梨炒木米香油嘅米頭。風水吃到嘞？你知道嘞啊？面相去係乜嘅意思？你就是锵锵哎啊！知道好是的。我是給當是锵锵啊。因為最尾它就嗆也是說個頭油。那個沒有加分。可是顏色好好看啊。因為是張破千醬的，沒有加分。啊，排泄了，再張嘴，啪！好，建造嘅時間要到了，觀眾朋友你係咩當建造？接下來呢，先來看一下齊師傅獎本分數。耶！啊，唔怕，你睇看一下，陸準備陸師傅。大家很想講，我要講謝謝有您嘞，不謝。一定有黏鹽，因為我覺得藍隊很好吃，一定有問題。好，馬個黏鹽。好，啱咪上翻講吃正炒就該龍皮啦，第一片龍皮是到鹹嫩，兩片龍皮是到攞一點麼甜哈。應該是做得濺起來啦，個要濺起來。做得濺起來，未做得變一點麼水落去，未做得安樣煎。你看兩片，看你要切到凍河。看挑水挑，莫講炒到安尼散安尼，同伊面安樣啦吼，用片做到都凍好啦，謝謝有你們謝。啊，陸師傅你嘅想法係？已經用梅頭國家專有一家嘅梅頭，但是中天社講幾粒，全部東西切的一條一條穿台式，強濃。也到時用海炒這邊都有綿，咁木須炒肉其實出來時，讓你一條一條嘅，哎呀醬東西看來時好好食，然後呢。按你家嘅醬鳳梨冇半幾兩沙按落就好。有，依家醬鳳梨嘅梅頭凍好食，搞梅面搞到都好，是正炒就安樣啦。你係把炒時就做咧莫條條啦。係啦，唔啲係提上感應啦，啲提上感唔啲係馬上講會暫停啊。唔怕。按你嘅醬鳳梨真係做凍幸福啊！自家醬出來嘅鳳梨呢？係啊，從安部雜醬出來嘅。雜不雜講啊，腦海空曠咧。好啦，唔該你今日咯，也亮出料理嘅比賽嘅種加上菜，唔該你咩靠樣睇切解嘅功夫。比賽成績已經出來了，馮翠今日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，耶！好，不過咱前面凍好哦，你哈，很大獎哦，金粉道具6位接觸。哇！韓國嘅
到底吼，那转喜容，哎，冇想到。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好，先来向阿香姐来，老太家分享一下你拜参加的心得。有安尼个机会来参加了个节目吼，真讲真欢喜，咩真紧张啦吼。有，没有咧讲个欢喜个我丢出了。哎有好多东西嘛？有好多真欢喜，感谢个客家电视台，有个机会帮咱有安尼机会学习，啊感谢两位师傅，啊谢梦妮。哦，阿香姐今天动等一下，该下忙6个时间了，我们两个互相呛声嘞。哎呦啊！可是我的比较大，所以我。好啦，小兰姐要拜参加的心得，老太太讲一下。谢谢啦哈，俺个今天日的客家电视台吼，有个机会来帮俺俩学习。俺一下来的时候，俺听到是紧张，敢若心肝紧跳啊！你波跳吼，哎，蹦跳哎！啊先投降的时这么紧张，啊过来渐就较稳定就较好咧。啊，俺谢谢今天的主持人哦，有个机会哦。帮俺来学习，谢谢。哦，师傅，你下问一下阿姐吼，导览员好本讲一下，今日来参加有冇想法到心得咧？啊，因为来参加哈，啊感觉菜就是色香味俱全哈，每个酒后食都好哈，摆盘啊也要很注重哈，所以难怪你该某摆该比赛哈，做要当素食的盘哈，我都金比人低哈，我罗拉太家。哦，罗拉啊，今天我们不应那多个奖金，你要怎么处罚我？啊，唔会啦，平常心，你协助我们，我都当翻译的罗拉。哦，罗拉，啊，最尾问一下邵阳姐，本大家分享一下今日来参加的感想好吗？蛮好的一部的那个一技之长啦，虽然讲就好多嘛个，好多主戏啦，今日就放弃啦哈。有反你，大家有多冇关系，两姊妹都好，大家翻译都会啦。等下下节目以后你再捏我屁股好不好？处罚一下，对对吗？你还真的、啊？好了，今天看到梁莎姐姐安用动放也安用动，也有学到东西啦，对不对？航白假设还有机会来吗？哎哈，姐姐讲回来，阿姨咧，小梦，恭喜！好，今日呢来到成功也到位嘅，真係你較少來，唔過來嘅時節鄉親朋友，老也到位嘅，全部好數你點出來，本太姐叫我來好心，很高今日真嘅係，謝謝有你哦，謝謝有你哦。係啊，所以分享嗬，所有嘅嗰時候，台灣中部嘅朋友嗬，無論你係講油片啊，無論你係講台鋪啊，全歡迎你報名參加哦。我們就一家之主就會等你向下來挑戰哦，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